電台新聞簡報完畢。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。好啦，放工時間嚟到傍晚嘅6:04啊，呢分鐘啊繼續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邊最新交通情況嘅。首先睇翻港島區先啦，港島告士打道過去呢，龍尾就演藝學院。另外快線跑馬地同埋北角方向呢，話呢邊就長翻少少噶，去到紅十字會嗰邊噶。東區走廊落紅隧加埋落中環，現時去到呢個維園落橋位。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加埋落灣仔兩邊車多管道口，大家都要間風噶吓。西區方面啦，干諾道西天橋落翻中環排翻去交易廣場嘅。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油站，另外加士居道過去到女童軍總會。渡船街天橋向翻紅磡呢，依然都枕住喺果欄嗰邊噶。另外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加埋啟德隧道過去呢，一齊拍住喺呢個蕪湖街嘅。新界區其隧道呢，暫時就未有特別報告。票王新一屆，新鮮出爐啦吓。唔係電視機裏邊嘅李連英嗰個票王啊，而係廖生。不過以前嗰個票后呢，范太啊，三甲不入。咁係啊，電視嗰啲呢，屆屆都唔同啦，係嘛，即係唔係次次佢做莊噶嘛。嗱，今次電視台呢，就俾咗好多老人家服務獎啊。係啊，收到風，好似話驚嗰啲免費電視台呢，挖佢走啊嘛，所以咪 hold 住佢哋咯。真係現實啊，呢個世界啊。好啊，揸緊車各位請緊記，保持警覺，安全駕駛啊。D100有聲台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，活